呢個係1866年嘅香港地圖，呢個係而家2025年嘅香港地圖。香港自1887年起，填海得返嚟嘅用地有78.42平方公里，相當於大約413個維園，佔香港土地面積大約7%。翻查歷史，香港第一幅填海嘅土地係位於中環，當時未有正式嘅填海規劃，填海主要係為咗處理喺附近建造嘅荷里活道、皇后大道同埋雲行街產生嘅沙石廢料。填海後嘅土地用作開闢當時名為女皇城嘅商業區。填海產生出嚟嘅土地絕大部分係用作因人口增長帶嚟嘅住屋基建同埋經濟活動嘅需要。60年代發展新市鎮，單沙田就填出咗800公頃嘅用地。而現時包括沙田在內嘅6個通過填海建造嘅新市鎮，就容納咗200幾萬居住嘅人口，佔香港總人口近1/3。90年代開展嘅中區填海計劃，涉及43.3公頃嘅用地，除咗用作商業居住嘅用途同埋交通設施，仲有部分用作建造香港行政立法建築。現時嘅立法會綜合大樓就喺呢塊填海得嚟嘅土地之上。隨住科技進步，環保意識提升，近年填海，例如三跑道系統嘅項目，就會採用非疏滑式嘅填海方式，包括深層水泥拌合法，對水質同埋海洋生態嘅負面影響大大減少。另外，三跑道系統項目嘅人工海堤，亦運用咗設計獨特嘅環保混凝土塊，上面嘅小型岩池、構槽同坑紋，比一般人工海堤更適合海洋生物嘅成長。後續生態保護嘅行動仲包括鋪設100組嘅人工魚礁，模仿大自然珊瑚礁為海洋生物提供屏障，以及進行本地首次預製海堤組件上建造蠔礁嘅研究，促進貝類同埋其他海洋生物嘅繁殖。規劃不當嘅填海工程，除咗會影響生態，航道過窄亦都會影響船隻航行運作，所以必須小心研究規劃對環境、海洋生態嘅影響，平衡發展與保育對社會市民帶來嘅好處。近日政府提交嘅2024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就期望可以令到填海工程更規範，監管更嚴謹，程序嘅簡化，整體對香港帶嚟嘅益處。科學填海得到提倡，法規條例日漸完善，填海工程會更大程度平衡到各方嘅訴求。